哎，究竟么？知道了。嘿，对的，这个小丫头怕黑子能了吧？就把我身边的那部四脚丫头进了太阳好丝话。金贵姑娘，八爷回来了，八爷回来了，八爷回来了。
咦，这环境是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从来也没看见过？哪里来的？是一个朋友送给我的，是什么样的朋友？竟会送你这样的东西？你呀，不知一直在商量什么三角距离的什么来了？哎呀，你少管一些好不好？你在地方。操心的朋友离开我不是送进过来。哎呀，韩爷，原来有妻子也做起本鱼来了，这不怎么得了你哟？与妻子家的本鱼，难道你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你好了好了，宝兄弟，宝姑娘来了，宝姑娘请手，宝姐姐请手。你们刚才讲的怎样写啊？在谈讲写手嘞，宝姑娘，你看讨喜子也讲起本鱼来了。宝姐姐，你不要听到这些话。二爷，二爷，什么事？二爷，老爷吩咐，明日一早就可以看见来对方，让你前去拜看你，就是拜看。这是老爷吩咐的嘛？好好好。宝姐姐，你听我想想，老爷每逢见面宾客，总是要我也陪着。你说说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自然是你的身材出众，人家仰慕你，都想见见你的。无非是我手中庸俗的所成罢了，配人家仰慕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你是贵妃娘娘的弟弟。怎么不叫人仰慕你？真不愿与这些老奴们来往。宝姑娘，你倒只是神官，这世上哪有人不愿有做花子来往？当愿有妻子混在一起的逃避你。这倒真要给才好，宝兄弟。常言老子呀，可怜亲，谁不想老人临门，四季上衣生死离。一去微微中的神，看江西丝路经济好呀，两位写词做人真本领。李白曾关内去上京，怎能对不曾也何公平？宝姐姐，老太太要玩不买，真不是你，你去玩不买去吧。难道我是做内生玩过北的梦？不要理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进，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老东。你想这么年的老爷不生气你，没有什么？睡不着，我给醉了。宝姑娘，再说一回吧。宝兄弟，我醉了。我送宝姑娘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，宝姑娘最好。
二爷，这下你给放上我了吧？好，明天生日，一条钱，一条钱，谁没见过一条钱？哎，二爷，当时想呀，有肯定放进我吧？拿去。二爷，这是红包，也放进我吧？哎，这红包是里面没放进我的，谁也不知道。拿来。二爷，像这样的好事，老爷瞧不许我做。请受我卑鄙礼，偏要夺他一个上坡。
诉他一举东郊，那姐姐做礼貌噻，他愿做个一路桥啊。是来他听在哪里了？好，我去找他，找错了便罢，什么也不嘛。这里请就告辞，送他生，请他
宝弟弟，你看，好兄弟，你看，什么宝姑娘、贝姑娘的，于是不是来了就数着，小生官也上根，我的好谁？谁呀？都谁这样？于是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啊，还不开门哎。并你是谁？二爷吩咐的，你该不信放声进来。马姑娘最好。宝弟弟最好，宝兄弟请礼服务。四代应真，与我心心，一诉不言，一生同思情。同思情，老年虽有些尘哪里，真乃是我怕一上花我的儿啊，你想些什么？只管告诉我，我叫红丫头弄了雷钱啊！这要是老太太喜欢吃的，我都喜欢。哦，姨太太没有什么好的，接你吃呀。老太太需要客气，这叫红丫头已经忙坏了。了驸马歇上了，老祖宗啊，这也生了算，要不是也生了算啊，这就把我赢起了你。你听听他这张俏嘴。我来了这几年，旅行的宽起来呀，生病二嫂子怎样瞧，也瞧不过你老太太。我的儿啊，我是经老了，还瞧什么你？
我
天天摩擦，那谁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？彩礼，你呢？好嘞，你不要骗我，你要真的明白着我，不然我凭着旁边了心，而且你带来我的心。
这妈妈，记住啊。你怎么去为兵上而死？那一手情乱我的命，我必生你团起把你贼，那便是一天起切身之命，从你能关一大内，你要我自救与我用，这锦上添花我愿不枉为你。如此去情深。
我
我
去吧。我的球。